我这个河舟，还没个花生米大，它长是15个毫米，上边又刻了6个人，还有一扇窗户能开能合。我叫蔡兴柱，今年53，从事这个河雕已经有30-40年了。通常的，在咱们国家，北方以桃核为主，南方以橄榄核为主，也有在杏核上、枣核上，还有松子上进行雕刻的。咱们这个河雕，你要刻的好，那你得造型准确。这个造型不过关，你刻这个微小的，你又没办法进行去刻。特别是你像我后边你能看见我做的这些河雕，有的这个头跟个芝麻大小差不多。你像那个眉和眼睛之间的距离，就是一个厚的刀刃那么宽。所以说你用铅笔你去画都不行，都没有刀直接一次刻好那么合适。每一个桃核就像是咱们的手掌，不会有2个同样的这个掌纹，所以说每一件活它都是一个独立的。自己在有啥烦恼呀，有啥事儿，一旦刻开这个作品的时候，啥都忘了。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享受。把这些废弃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，想传承下去。但是这个河雕这个见效慢，你像现在这个人们都这个生活步伐也比较快，搞这的学的有，学不了几天就走了，那现在这是个问题。批线木跟戏曲一样，都是有分行当的。第一个是旦角旦科的表演，第二个是花脸行当的表演。基本上我们都是用闽南语，因为它肢体语言很丰富，所以就不会受语言的限制。木头啊，在木偶戏里面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因为木偶戏嘛。每一个那个角色嘛，都是要根据木偶头来切定。主要是这2条线是控制整个身和木偶头的活动。这个拿钩牌都有固定的姿势，然后怎么假线，那么线怎么挑线等等，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。线的多少是根据角色的动作的需要，那么就是说，当然线越多，操作难度越大。那么我们最多的线能达到40几条。我从12岁就进来这里面，这个木头没有力气是刻不下去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刀啊都要靠在这个肩膀上，然后用这个肩膀在推。才可以刻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提线木的演员进来的时候，都要经过一段至少要3年到5年的这个基本功的训练。那么我们这一套基本功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的历史。